老友話：各位喺陳老師頻道嘅朋友，大家好。我喺骨科與運動復健領域行醫將近40年。喺門診裏面，我睇過各年齡層嘅膝蓋問題，有因運動受傷而苦惱嘅年輕選手，30、40歲因久坐而膝部不適嘅上班族，當然亦都有因關節退化而走路吃力嘅長輩。朋友們，我十分理解健康嘅膝蓋對生活品質有幾重要。你是否有過呢啲經驗？上落樓嘅時候覺得膝蓋有啲酸軟，工作、開車、追劇、久坐之後一站起嚟，膝蓋覺得有啲僵，仲會黑黑作響。運動或健走後，膝蓋出現悶痛，一痛就係好幾日，影響心情。當呢啲信號出現，我哋平常嘅反應係乜嘢？也許貼個藥膏、敷個熱水袋，或俾自己聽冇事啦，就係太累，休息幾日就好。我哋常把身體嘅警訊歸咎為偶爾疲勞，或以為嗰係早衰嘅必然。但係今日，身為睇咗40年 X 光、核磁共振，親手帶住上萬名病患復健嘅醫師，我必須話一個可能顛覆你過去認知，甚至有啲刺耳嘅真相。嗰啲我哋一直深信嘅保暖同休息，如果用錯，唔滯保唔到你嘅膝刺，仲可能加速傷害，把佢推向退化性關節炎嘅深淵。冇錯，你冇聽錯。好多時候，真正讓膝軟骨被餓死嘅，正係我哋自以為對膝蓋最好嘅日常習慣。呢個唔係誇張，而係現代運動醫學與復健科學揭示嘅最殘酷，亦都最重要嘅救命知識。今日俾我揭開圍繞膝蓋保養看似熟悉卻致命嘅健康迷思。如果你覺得以下內容好似一盞燈，照亮咗你嘅認知盲點，理解之後請一定分享俾你在乎嘅人。要理解為點解錯誤嘅保養會廢咗你嘅腿，先要知道一個關鍵結構：膝關節內嘅關節軟骨，光滑度與珍貴程度勝過上等象牙。呢層軟骨就好似頂級避震器，俾我哋能跑能跳，吸收所有活動嘅衝擊。但佢有個致命特性：軟骨本身冇血管。冇血管意味住佢無法好似肌肉或者皮膚咁樣直接從血液循環獲得氧氣同養分。咁佢點食飯？唯一嘅食物來源係關節腔裏邊嘅滑液。你可以把滑液想成一碗為軟骨量身打造、富含各種營養嘅雞精。軟骨點樣飲到呢碗雞精？靠嘅係壓力變化。只有當關節做規律緩慢嘅曲伸動作時，軟骨先至會好似海綿一樣，喺擠壓與釋放嘅節律中，把營養豐富嘅滑液泵進組織，再把代謝廢物擠出。呢個過程就叫節律性壓縮。而家請回想，當膝蓋開始疼痛唔適時，你是否立刻選擇唔喐躺住或者坐住，覺得休息就會好？你一咁做，關鍵時刻泵浦停咗，軟骨嘅供氧鏈瞬間中斷，最可怕嘅關節饑荒就開始啦。長期得唔到營養嘅軟骨會點樣？會越嚟越乾脆，失去彈性同光澤。跟住你再起身行走，變得好似沙子咁粗糙嘅兩片軟骨就開始乾磨。乾磨會產生大量磨損微粒，呢啲微粒會喺關節腔內引發嚴重嘅無菌性發炎。發炎因子唔只會持續侵蝕殘存嘅軟骨，仲可能連帶影響骨頭，甚至可能隨血液循環到全身，攻擊血管內壁，增加未來心血管疾病風險。你睇，好多時候每逢疼痛而選擇絕對不動，其實係把軟骨推入饑荒與乾磨嘅深淵。跟住檢視我哋5個最常見、最被信任，卻在扮演軟骨殺手嘅保膝行為。從第5個，亦都係最直觀嘅講起。一諗到膝痛，我哋就躺或坐，
不動自保，以為呢個係俾關節休息，減少磨損。然而，所有復健科醫師都會提醒，對慢性關節痛超過48小時嘅完全不動，幾乎等於你主動將關節鎖死。點解？第一，頭先已經講不動餓死軟骨。第二，更直接嘅傷害係長期唔動會讓膝周肌肉，尤其係大腿前側攞組股四頭肌以驚人速度萎縮無力。股四頭肌係膝關節最天然、最重要嘅穩定器與避震器，就好似繞喺室外嘅一組強力彈簧。彈簧夠強，上下樓多數衝擊由肌肉吸收，但當你休息到肌肉變弱，所有衝擊就毫無緩衝地直打你嘅可憐軟骨，於是形成惡性循環。越痛越唔敢動，越唔動肌肉越萎縮，肌肉越弱關節越不穩，越不穩走路軟骨磨得越兇越痛，直到走唔動。你以為嘅休息其實係投降，係在拆自己嘅護甲。咁疼痛期點樣正確休息？關鍵係以輕運動取代不動。呢度教大家一個黃金動作：坐姿抬腿 （Seated Leg Raise）。佢不但透過曲伸動作用滑液滋養軟骨，仲能夠有效訓練股四頭肌。過程中膝蓋不需承受體重。步驟：穩張穩固適當高度嘅凳，端坐背打直，用大腿前側力量，緩慢把疼痛側嘅腿抬起，直到整條腿完全伸直，同地面平衡。重點，到最高點時，刻意用力收緊大腿前側肌肉，讓膝上方肌肉鼓起變硬，維持50秒，以同樣慢且可控嘅速度放下還原。算一次，建議每組10、15下，每日2-3組。呢個簡單動作就係你喺疼痛期打破惡性循環，把自己拉返嚟嘅方式。接住睇第4個錯誤嘅運動選擇。好多長輩好有毅力，覺得膝痛要運動，值得肯定，但佢哋選擇爬山、爬樓梯，或者喺公園跳需要頻繁下蹲、扭轉嘅廣場舞，以為呢個係喺度練腿力、戰勝疼痛。骨科醫師必須提醒，對已經有軟骨磨損嘅人，呢啲運動就好似攞鋼刷刷一口已刮傷嘅不尖鍋。點解？運動生物力學嘅估算驚人，平地走路，膝關節受力大約1.5、2倍體重；上樓梯飆到3-4倍體重；下樓梯剎車力更高，可達5-7倍體重；深蹲到底嘅時候，膝負荷可瞬間到8倍體重。想像一下，你已發炎、脆弱嘅軟骨，點承受一日幾百、上千次、數倍體重嘅高壓摩擦？你以為嘅硬練，其實係喺加速報銷。第3個，熱敷濫用，好多人靠熱水袋、泡熱水、各種發熱藥布緩解疼痛。傳統觀念覺得熱可活血化瘀，但要指出，熱敷多半只係暫時止痛，未觸及根因。某啲情況甚至成為發炎嘅幫兇。熱敷會短暫擴張血管，放鬆緊繃肌肉，能夠稍解酸痛，但係佢解唔到膝痛兩大根因：軟骨磨損與肌力不足。更危險嘅係喺急性發炎期，紅、腫、熱、痛、用熱會加劇局部血管擴張，讓更多發炎物質外滲，反使關節更腫更痛。等於火上加油。正確做法係急性期先冰敷消炎，待急性期過後，再喺醫師指導下視情況使用熱敷。喺講第一名之前，先睇一個常被忽略嘅健康盲點：你腳上嘅鞋。好多人，尤其女性，覺得年紀漸長就該穿好軟、完全平底嘅鞋，認為最舒服、最不負擔。囑咐專科嚴正警告。太軟又冇支撐嘅平底鞋係膝蓋嘅災難，因為腳天生有串彈簧嘅避震結構足弓，係全身避震系統嘅第一關。穿上不支撐足弓
過軟嘅平底鞋，每一步落地，足弓就會過度向內塌，稱為足內翻、過度內旋。呢個塌陷嘅力會沿住動作鏈往上傳，小腿內旋，膝蓋往內扣，輕到 X 腿，最後讓膝關節內側承受異常高壓與磨損。國內退化性關節炎患者高比例從內側軟骨開始磨，同穿錯鞋關係密切。你以為嘅舒服其實係縱容，喺溫柔咁摧毀第一道避震，把壓力傳調俾無助嘅膝蓋。點樣選一雙護膝好鞋？把握3重點：足弓支撐嘅鞋墊，硬挺穩定嘅後跟杯，不易一踩就冧，防止走位，穩定下肢。適當避震與回彈，鞋底軟硬適中，關節點喺前掌1/3處，唔係中間對接。合腳尺碼同空間，腳趾最長處前留1指寬，鞋內不擠壓。總之，選擇具支撐、避震、貼合嘅專業健走運動鞋，投資你嘅腳就係對膝蓋最好嘅保護。而家揭曉最隱蔽、最常見、最具欺騙性嘅終極殺手。對好多人而言，一日最放鬆、最滿足嘅享受，就係下班之後整個人陷進低且軟嘅沙發。我哋以為嗰係休息、釋放壓力。身為復健醫，我得遺憾咁話，軟沙發唔係天堂，係膝蓋與腰椎嘅地獄，每日都喺度對關節造成最具破壞力嘅一擊。原理殘酷而直接，陷入軟沙發時，骨盤後傾，腰椎喪失正常曲度，被迫向後拱。單就呢個坐姿，腰椎椎間盤承受嘅壓力就比站立高好幾倍。但更可怕嘅係，你要站起嚟嘅嗰一刻，因沙發低且軟，你無法好似從正常椅子咁樣靠腿部力量平穩起身，你得先猛力將上半身往前甩，出起始動能，再用雙腿一撐彈起。呢個甩撐會喺膝關節上產生巨大嘅剪力 shear force， 尤其係股骨與尺關節面，好似一把剪刀。諗下你每日要從沙發起身幾次，10次、20次，每一次你都喺度用呢股破壞性嘅剪力，一刀一刀剪磨你最珍貴嘅膝軟骨。你以為嘅極致舒服，其實係對關節嘅極致折磨。聽到呢度，好多朋友可能對屋企沙發產生陰影。唔怕，我哋揭穿迷思唔係為咗製造焦慮，而係教你成為更聰明嘅護膝者。其實真正嘅黃金護膝準則，只要記2個核心。黃金點1：訓練，最高級嘅保養。對慢性關節問題，生命在於運動，係鐵律。重點係做對嘅運動。請把前面教嘅坐姿抬腿納入每日必修。強壯嘅股四頭肌係一輩子守護膝蓋嘅盾牌。黃金點2：選對支撐。檢視你嘅居家環境，把嗰張讓你一坐就陷入去嘅軟沙發，換成高度合宜、軟硬適中嘅凳。何謂合宜高度？坐低嘅時候，大腿同地面平衡，小腿垂直。同時投資一雙具足弓支撐與避震嘅健走鞋，呢啲外在支撐遠比任何昂貴嘅保健品或藥布更重要、更有效。記住，我哋嘅膝蓋承載嘅唔只係體重，仲有晚年嘅自由、品質與尊嚴。從今日開始，同嗰啲理所當然卻錯誤嘅保養習慣話再見，用更科學、更聰明嘅方法，為你嘅關節贏回更長久、更健康嘅未來。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好似一道光，照亮咗認知盲點，真誠邀請你按個讚，分享俾被老寒腿困擾嘅父母，話俾佢哋知，科學運動勝於盲目休息，亦都分享俾運動愛好者，提醒佢哋保護關節先至係延長運動生涯嘅關鍵。再分享俾已成家嘅子女，養護健康嘅智慧代代相傳。你傳遞嘅唔只係知識，更係一種更負責任嘅愛。非常感謝收睇，老友話，我哋下次見。